4個轆去珠海灣仔有咩玩？我哋由澳門嘅內港客運碼頭出發，沿住左手邊嘅綠色路一直行到藍色格仔呢度，搭 lift 上1樓嘅離境大堂同售票處，用回鄉證買船飛，檢票之後過關，過完關就由 lift 搭去上船嘅樓層。上船嘅路途以平路同斜路為主，而船嘅入口就冇太大嘅門檻，揀個靚位坐定定等開船啦。5 minutes later，哇，咁快就到啦！落船斜板呢度呢，就有少少級仔嘅，手推輪椅同 BB 車就要留意啦。落咗船過埋關，我哋就到咗灣仔啦，即刻出發去灣仔海鮮街啦。我哋沿住路線經過停車場，行一小段嘅行車路，再過馬路，繼續沿住路線行。沿途嘅路都有呢種下斜路緣嘅。一直行到呢個位置，我哋要經過行人隧道過對面街，但呢度係樓梯，行近啲睇睇啦。嚇死人咩？個心離一離啊！我哋沿住斜路一上一落，行多一小段路，再轉左，就到咗灣仔海鮮街啦。買完海鮮就去食店加工，而呢度大部分食店門口呢都有1級，但裏面嘅空間呢就相對闊落。唔講咁多，開餐啦！食飽飽原路回程，返到行人隧道入口嘅旁邊，呢度就有啲小食啊、嘢飲攤位嘅。食飽飲飽就返澳門啦。同樣路途以平路同斜路為主。對於輪椅使用者而言呢，今次整個體驗嘅無障礙設施算係做得唔錯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都可以體驗一下。今日錄到呢度先，下次見。